就是覺得特別崩潰，特別想流淚，特別想哭的這種，肯定會有。最難受的，有的時候會想到，梅朵的家人，想到我的家人，其實會有很深的這種愧疚感。就覺得，你看梅朵因為我們的事業，她放棄了陪伴她的兒子。我的母親給了我最大的尊重，允許我成為我自己，為我犧牲了很多很多。就是会用什麼方式來治癒自己呢？可能還是相對能，就是有一股使命感，就不會放棄。就是全世界都辜負你了，但你要相信大自然不會辜負你。其實呢，也有一些心累，我们的家人其實對我們真的是非常的理解。對於多元的這種包容，也是讓我們人類去理解我們對社會、對我們身邊人的這種理解和包容。